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分加菜金勉励辛苦接客的警消人员。另外，赖总统伫咧新年发表谈话，希望朝野和平、社会团结，和台湾上强，国家大步向前行。总统支持夺回提复议吗？新年快乐！面对福议案，总统赖清德真低调，无要回应。第29暝前一天，伊去到台北市中正一分局，送来过年的加菜金，为了警察勤务的辛苦。不过，伊颠倒伫咧过年的讲话内面，向朝野来发话。我期盼朝野和谐，社会团结，一起努力，让国家继续大步向前。毋望朝野会当和谐，这毋若是总统的希望，恐惊嘛是行政院长杜英台的心愿。面对中央政府总预算红台甲一大堆，行政院长杜英台到高雄的兴达电厂做29暝前一天的慰劳的时阵，佫一摆向在野发话。旧的一年，很多的大家不同的意见，希望在未来新的一个年度，能够大家真的心平气和的，以国家正确的方向来谈出一个可以解决现在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出来。面对总预算的争议，杜英台伫26接受专访的时阵回应讲，绝对袂贪乱即位，佮讲在野毋敢摕倒落过。那一定要有一个方式来改变。我真的问我敢，你敢不敢？你们敢不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敢不敢的问题啦，因为我也不是选举而来的。其实既然他自己这么想下台，自己下台就好了嘛。总预算也不沟通，所有的人事案也不沟通，这样的行政院长，这个面临到这样的困境，可以说咎由自取。面对朝野对峙的局面，杜英台讲，等行政院收到立法院送来的总预算案的数字了后，建议要提出复议。伊嘛强调讲，对复议案有信心，会持续和在野党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